来看塘市塘区东安街有新做一个减速平台，不过一礼拜已经几类骑奥多拜经过人跋跋倒。目前交通局有请厂商来现场检测，这风骨的指数敢达到标准，一那路段的飘线要小可做调整，也用电火来照光提醒民众。监视器画面有迄条骑机车的人经过减速平台向厝倒去。塘区东安街新设减速平台，较无一礼拜，已经发生几落件骑机车厝倒的事件，有民众批评那亲像大路障。就我知道，大概就有3、4起左右，有知道是没有减速啦，就是他就是直接就这样骑过去的时候就飞出去这样子，也有听说是下雨天打滑。透过这种减速式的平台，让驾驶人可以比较慢的速度通过学区，其实它利益是相当良善的。让大家诟病的可能就是它的颜色跟柏油路比较相近，所以造成驾驶人在路过的时候可能辨识度没有那么的高。少年所发生民众骑车经过减速平台厝倒的情形，高雄局已经请厂商到现场来量测，控骨敢有达到标准，也会针对路段飘线小可调整来提醒。夜间原来会使用 LED 灯提高白面的能见度。在穿越减速平台前，我们会再增设两侧的一个线型标线。那另外呢，地面上也会增设减速、慢行，然后限速30的一个标志。减速平台主要是设伫后园主题区行人活动较接的所在。高雄局是讲，主要是考虑经过这个路段用路人车速伤紧，才由减速平台甲前后减速的牌面，经过用路人减速慢行。目前桃园已经有设21位减速平台，速度拢会当有效降低3成，预定年底前会阁增设5位。记者采访报道。